对不起哥，跟着两把东，前两把是做对了。弟弟，你怕也装故意，扔你一会儿，想跟这滚的来有头吧，还就个不松松。一大给比起整你怕也你，一会儿陪给选个，拉了一容有第抽一把的本金币，说说说也做不能吧，第二陪吧，干死热，扎西的嘞。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我是歌手曾王拉姆，今天很高兴与各位在成都见面，但是我更高兴也更欢迎大家到我家乡泸沽旅游，享受山歌之乡的美，感受山歌之乡的情。我们泸沽是中国西部藏族山歌之乡，有美丽的喀萨湖，有花开四季的宗塔草原，有数不清的风土人情，让人